早前明愛醫院姓黎女網紅實習醫生，網名 Angel， 早前被揭發多次行為不當，引起社會爭議，其中包括她叫身為屯門醫院住院醫生的男朋友，擅自跨區到灣仔律敦治醫院，違規幫他為病人進行肛門直腸鏡檢查。醫院管理局今日表示，已就事件解僱該名屯門醫院住院醫生，並稱會將個案轉交醫委會跟進。醫管局發出聲明指，經調查發現，屯門醫院一名住院醫生涉及在未經批准下，擅自在律敦治醫院為一名病人進行檢查。事件與早前因連串嚴重不當行為被解僱的實習醫生有關。調查委員會認為，該名住院醫生不誠實及行為嚴重不當，有違醫生的專業操守及誠信。局方已採取行動解僱該名住院醫生，並會將個案轉交醫委會跟進。醫管局已經通知該名住院醫生解僱的決定。醫管局又指，絕不容忍任何損害醫生專業操守的行為，不會容許未能符合有關要求的醫生在公立醫院執業，以保障病人安全。至於涉事的姓黎女實習醫生，本月12日也被醫管局解僱，指他善用他人，即屯門醫院醫生男友賬號登入臨床醫療系統，瀏覽屯門醫院的病人記錄等。黎女同日被警方以涉嫌不誠實使用電腦罪名拘捕，通宵扣查後在本月13日下午約4時半獲准保釋候查。港大醫學院已啟動大學既定機制，獨立進行黎女的適合執業評估。